大家好，我哋係心思。喺 office 成日都聽到有人話啲同事坐喺度發夢，都唔知佢做緊乜。但係退一步嚟諗，又有幾多人可以每分每秒都清楚知道自己做緊乜呢？有時大腦熄咗機，真係會做出啲連自己都唔信嘅荒唐事。話說我哋同 Peter 過咗澳門食飯，最後搞到一副都係，到底發生咗咩事呢？聽落去就知道啦。開始之前記得按個讚，分享俾朋友，又或者訂閱我哋個頻道，等多啲人聽到我哋嘅故事啦。上星期五 Peter 臨收工前走過嚟話，有個旅遊 app 送咗張澳門酒店餐廳嘅5折 coupon 俾佢，今日到期，問我有冇興趣。澳門有咁多米芝蓮餐廳，仲要半價，梗係去啦。就係咁，我哋揾埋另一個同事，一行3人收咗工，直踩過澳門。好不幸，間米芝蓮餐廳 full 晒冇位，我哋唯有喺酒店揾咗間喺賭場隔離，睇落唔錯嘅日本餐廳。點知唔係間酒店餐廳啲嘢都好食嘅，咁遠水路過到嚟，又食唔到好嘢，大家都覺得好唔順氣，好似爭咗啲嘢咁。餐廳隔籬就係賭場，入邊叮叮當當，啲燈又閃下閃下，好似好正咁。Peter 突然爆咗句：我哋要入去攞返我哋應得嘅嘢。佢仲話入賭場唔可以隨便行入去，一定要擺個陣。所以我哋3個打橫一字排開，壓下壓下，好有氣勢咁樣行入賭場。可能係頭先食飯飲得太多酒，一入到去，我被啲閃燈同聲搞到頭暈眼花，之後嘅記憶就變得一忽忽，好似斷片咁。當我完全醒返嘅時候，我哋已經喺船上邊返緊香港。原來酒精加埋賭場嘅環境，令我哋3個完全陷入自動駕駛模式。結果就係，雖然個頭痛到裂開咁滯，但係我都好努力咁將幾個鐘頭嘅記憶碎片拼湊埋一齊。喺諗翻起成件事嘅同時，腦海亦浮現出一本由大衛麥瑞尼寫嘅書，叫做《任何人都會有的思考盲點》。作者話，無論我哋讀幾多書，幾咁聰明，諗嘢一定會有盲點。本書足足列出咗48個。我哋成日叫人用下個腦啦，但係其實大腦嘅運作係要消耗好多能量㗎。為咗慳，我哋平日好少真正用腦去深思熟慮，而係靠經驗同直覺，好快咁去做決定。作者將呢個狀態就叫做自動駕駛模式。情況就好似你每日返屋企，通常都不知不覺就返到去，你唔會刻意去計下自己行咗幾多步啊，喺第3個街口轉左，行400米再轉右，係咪？正因為我哋成日處於唔係好諗嘢嘅狀態，我哋嘅行為就好容易受到認知偏見、哲思同邏輯謬誤嘅影響。今日我哋就嘗試用書入面3個思考盲點嚟拆解當晚我哋3個嘅荒唐行為。你哋又有冇試過類似嘅自動模式？聽埋落去就知啦。第一個思考盲點係觸發效應。所謂觸發效應，通常係指一啲特定嘅外部刺激，例如一句說話、一種氣味、一個場景，又或者一段聲音，喺潛意識底下引發起一連串嘅連鎖反應。當大腦處於自動駕駛模式，觸發效應嘅影響力係最大嘅。例如2005年，荷蘭烏特列茲大學做過一個研究，發現只要房間有清潔劑嘅香味，就會不知不覺咁觸發學生嘅清潔意識。佢哋執垃圾嘅數量比冇香味房間嘅學生多出3倍。又例如麵包店傳出嚟嘅香味，亦會觸發啲行人入去買麵包。返到去澳門嗰晚，我哋一入到賭場，嗰啲叮叮當當嘅聲，同埋銀仔跌落金屬盤嘅嘩啦嘩啦嘅聲音，其實就係強烈暗示住隨手可得嘅金錢。呢啲環境因素
直接觸發咗 Peter 賭錢嘅念頭。所謂攞返我哋應得嘅嘢，根本就只係佢大腦揾嚟嘅藉口。Peter 仲話佢早排睇咗本叫做《莊家優勢》嘅書，學咗玩21點嘅必贏秘技，跟住佢就一個箭步衝咗去21點區。第二個思考盲點叫做賭徒的謬誤。賭徒的謬誤就係指我哋會錯誤咁相信，如果過去某件事發生嘅頻率高過平常水平，未來一定會發生相反嘅事。雖然呢個諗法聽落去好符合回歸平均值嘅邏輯，但係佢個盲點就係在於佢冇考慮到回歸平均值係需要極長嘅時間同次數，絕對唔係下一鋪就即刻可以發生，因為每鋪牌其實都係獨立嘅，唔受之前嘅影響。情況就好似 Peter 去到21點區，佢及中一張賭台，對上10鋪都係莊家贏。Peter 就話莊家贏咗咁多鋪，今鋪一定閒贏啦。加上佢望一望個荷官，半冧眼、插鬚鼻、前額劉海遮住隻眼，面色灰白。Peter 一口咬定呢個荷官行緊衰運，就連個天都幫埋佢咁話。於是佢就自信滿滿咁換咗籌碼，遊戲正式開始。最後一個思考盲點就係德州神槍手謬誤。顧名思義，呢個謬誤就好似一個神槍手亂咁開完槍之後，先走去子彈窿最密集嘅地方畫紅心，令到原本隨機嘅結果睇起嚟好似百發百中，好有意義咁。Peter 完美示範咗呢一點。雖然佢一坐低就輸咗頭2鋪，但係佢完全無視呢個事實，只係將注意力集中喺之後贏嘅5鋪嗰度。佢好肯定咁同我哋講話，本書教嘅策略真係有效，個勢已經逆轉，開始傾向閒呢一邊。今次實大殺4方。起初 Peter 啲牌真係幾靚，但係佢再贏多幾鋪之後，唔知係咪佢唔記得本書點教，定係真係飲得太醉，形勢急轉直下，佢啲籌碼好似倒水咁去晒荷官嗰邊。最荒唐嘅係，可能我同另外一個同事都未醒，我哋竟然俾個氣氛感染，走咗去撳錢幫 Peter 翻本，結果當然係輸清光，成班人淨係啱啱好夠錢買船飛返香港。以上呢啲都係我努力拼湊返嚟嘅記憶。作者喺本書入面都提到，人類嘅記憶其實好唔可靠，我哋會喺自己唔知嘅情況底下刪改回憶。不過而家對我嚟講，最重要嘅唔係研究記憶有幾唔可靠，而係諗下點樣追返借俾 Peter 嗰筆錢。我淨係希望佢個腦唔好自動刪改咗借咗我哋錢嘅呢段記憶啦。今日我要分享嘅就嚟到呢度。任何人都會有的思考盲點呢本書仲有好多有趣嘅理論，例如唔講得出理由嘅中意點解先至係真正嘅中意，又或者發完脾氣心情係咪真係會好啲？有興趣嘅朋友強烈建議買呢本書睇下。你哋又有冇俾啲思考盲點影響過？做過啲咩荒唐事？留言分享話俾我哋知啊！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下次再傾啦，拜拜。